TVB 馬來西亞星光薈萃頒獎典禮2016獲提名最喜愛 TVB 男主角嘅包括馬國明《餵食神探》。得啦，好快得啦，你頒出去先啦，唔係俾老闆鬧噶啦。4個字 ，Let me handle。佢對到埋你咁好禮貌，都要配合下噶。咁如果佢好有禮貌咁遞督屎埋嚟，你識唔識啊？咁晴晴好有禮貌咁遞屎俾你，你食唔食啊？梗係食啦，冇禮貌咧，照食。咁加地俾我都食。係，我係無聊，我係幼稚，咁係因為我唔知再可以做啲乜嘢。我俾架車撞咗19次，跌咗落地下9次，我已經周身傷晒啦。我做咁多嘢都係想話俾你聽，我唔可以冇咗你。請即透過官方流動應用程式 TVB Star Awards Malaysia 2016為各個獎項投票。神級演技都要有你 Magic 一票，將演技與魔法結合，選出你最喜愛角色。